韩国釜山航空今年初那像是因为行动电源伤小引起大火，真侪航空公司就禁止旅客伫咧飞行机顶悬用行动电源。咱台湾的商务甲虎航本地就禁用啊。即阵这中营甲华航为3月初一开始嘛对咧禁止使用。皮包拍开，差不多拢有行动电源。民众用行动电源加手机充电真普遍。不过，南韩釜山航空之前好亲像因为机上行动电源导火烧起来造成灾情。南韩真侪间航空公司虽然刷禁用行动电源，咱国际航空公司3月初开始嘛全面禁止旅客伫机上使用行动电源。旅客嘛感觉安尼飞行会较安全。比较安全啊，哎呀，因为行动电源也是不太稳定的东西。如果是真的会造成危险的话，那当然还是不要使用啊。可能飞机上要有相应的措施，可以让人家去做充电这样。商务航空甲台湾虎航本来就已经禁止旅客伫飞机顶用行动电源，为了确保飞行安全，中营嘛宣布3月初开始，坐飞机全停禁用行动电源，也甲备用的锂电池。本来伫日拉规定建议乘客航停卖使用行动电源的华航嘛开始禁用，佮提醒行动电源甲备用锂电池袂使托运，应该爱随身载，也甲豪华包装，唔通去卡着、跌着，还是受损。事故频繁会造成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啊，那个空服员的一些 duty 更加重，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好事，可以减轻组员特别在空中执行上面一个压力。航空公司嘛提醒，若是旅客有个人电子产品使用需求，建议上飞机进前先甲电充好饱，还是使用机上电源充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